没干这个之前呢，我都是经济上有点问题，说白了都是穷呗。自从干上这个之后啊，我不仅是经济上出现了问题，精神上还有点问题。这钱呀是真他拉比难挣啊！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是拉着满满当当一车货，爬完了国道，坐完了船，到了地方一算呢，还干赔钱。你要问我为什么老是有绿通拉，你要赔钱呀，你也能干。你是光看见谁吃肉，你没看见谁挨揍啊？这回谁要再问我开半挂挣钱不，主打都是挣钱，3天都是1万。哎，买车吧，买好的买贵的都是不买免费的，买车要都买这样的，这样的隔音好，上里头哭啊歪的听不着。这可真是几十万贷款买个爹，1月1万雇个爷，你要伺候不好那个爷，他就霍霍你这个爹，妈全是祖宗，试试你就知道了。今天眼睛多雪亮，人是各有各理想。